今次介紹嘅係 M&P 剛剛完成一個大概600尺嘅單位，項目係位於清水灣道8號嘅高層。我哋主要係用軟裝家私加上擺設去主導整個設計。首先，我哋同客人一齊揀選一啲心儀嘅軟裝家私，例如梳化啦、餐台同埋燈飾等等。相應嘅款式再配合整個設計嘅風格去訂造部分嘅家私。顏色方面，選用簡單嘅系列，相對容易突出軟裝嘅比重，令到成個設計更加簡單利落。配合原有闊落嘅大窗，加上單位係屬於高樓層，可以盡量將外來嘅陽光引入單位裏邊，將原本嘅兩房變成一間嘅大房，令全間屋嘅空間變得更加寬敞。順帶改變客廳嘅空間，加強實用性。